呢個防毒軟件可以免費試用1個月嘅。咁我哋教你點樣創建帳號，同埋點樣 download 個軟件去嘗試，又免費試用1個月。咁呢度有條 link 呢，咁只要 click 入去呢，就會可以入到啦。連結擺咗喺 YouTube 嘅欄下邊，自己可以 click 入去。一 click 咗入去之後呢，跟住然後就新用戶安裝指南，click 入去登記授權方法。咁你會見到呢，有 homeeset.com 喺度呢，就可以創建嗰個帳戶或者做登入。click 入去，咁你見到呢，右手有一個電子郵件同埋密碼。如果你之前已經創建咗嘅，咁就可以輸入個電郵同埋個密碼。如果你未做嘅話呢，呢度就可以建立一個新嘅創建帳戶，咁就可以試用1個月嘅免費網絡保安軟件。click 入去，跟住然後呢個電子郵件輸入創建帳號嘅電郵，咁打咗入去呢，呢個就係個帳戶 number。一陣有咩用呢？佢就會將呢個信息 send 去你呢個 email account 度呢，確認係有真實呢個人嘅帳戶先。咁我 click 咗入呢個，跟住然後繼續使用電子郵件 click 入去。咁佢會叫你打個密碼，咁你自己打，或者佢自行會編一個密碼俾你，咁你要自選，咁就 click 入呢度。咁你自己打咗個密碼之後，咁同樣時間呢個密碼要求乜嘢，你自己可以決定啦。跟住然後選擇國家香港或者其他地方。咁當然而家係香港，我揀香港啦。咁跟住然後就你 click 呢個又得，唔 click 呢一個又得，視乎你自己收唔收嗰啲電子信息產品。咁跟住然後撳呢個掣建立帳戶呢，咁就可以建立到噶啦。咁建立完之後呢，好簡單，佢就會 send 一個信息俾你。因為佢要確認你個 email 係真實嘅，咁呢個帳號呢，你就要撳確認，回覆佢之後，跟住然後呢，你做咗嗰樣嘢之後呢，確認咗之後呢，你要登入個再有個 email 覆返你，你可以即係登記成功啦。咁你然後就登入去。咁我之前做咗一個。咁我之前做咗個登記嘅啦，咁打返個 email account 同埋嗰個密碼登入去，咁你咪見到呢度有一紮嘢嘅。咁點樣用呢？你可以繼續嗱，見唔見到呢度有3個選項？如果你買咗嗰個授權書，咁你可以用啟動今時或者購買訂閱，或者撳入去開始試用30天嘅試用版，跟住繼續。咁你嗰個如果買咗一個家庭裝嘅，咁你咪撳呢個入去繼續。之後呢，我哋只要撳繼續呢，去攞到呢個 Security Premium 之後呢，就再繼續試用。撳繼續之後呢，就會輸入名稱，跟住然後再繼續下載軟件。咁下載軟件完成之後呢，就可以安裝個軟件。下載完軟件之後呢，個軟件會擺喺邊度呢？擺咗喺 download 呢個位置度。開咗嚟之後呢，你 click 入去呢個 download 嗰度，就會見到個軟件。當你見到個軟件嘅時候呢，可以嘗試安裝，跟住選擇繼續，或者係撳呢個又可以，跟住然後繼續，跟住然後個裝置名稱就係呢個繼續，跟住然後繼續，跟住去完成。安裝完成之後呢，開個軟件可以更新佢。更新完之後呢，如果有買到嗰個 license key，就可以用 license key 去啟動個產品。安裝新嘅掃毒軟件之前，最好移除舊嘅掃毒軟件。同一時間，如果最好創立一個還原點。咁以下有2套片你可以參考嘅，就係移除軟件同埋建立還原點，你可以睇返。